Hello，我係 Jeffrey 啊。搬屋呢啲咁緊要嘅事咧，一定要做啱決定。如果我哋住落個地方唔啱住咧，又要再搬過，嘥晒啲心機同時間。咁每星期咧都有同你一樣有買樓煩惱嘅人係揾緊我幫手啊，所以你都可以打電話、WhatsApp 或者 email 揾我。咁我哋實地參觀得夠多單位咧，再交換多啲資訊同埋意見，你一定可以揾到乜嘢單位係最適合你。咁我哋啱啱經過咗旺角東站，穿過 Moco 商場，而家咧又去緊京士柏進發。咁我哋今日睇嘅單位係5座 A 啦。咁我哋特首李家超之前都係住緊5座嘅單位，同呢個單位好類似。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呢？而家市場上嘅全新盤係好少連車位賣俾你。如果你另外買車位呢，基本上都係300萬起，甚至乎去到600萬一個都有。仲要新盤嘅車位好少供應，有時會想買都冇得買。咁相反，好似帝庭園呢啲咁嘅二手屋苑啦，90年代咁嘅車位100-200萬一個嘅啫，咁仲要經常有人放盤。咁點解車位嘅盤源會分別咁大呢？事源喺2010年代起啊，政府規定咗發展商要用翻實用面積嚟賣樓。咁好似帝庭園呢啲90年代嘅屋苑呢，不嬲都係賣緊建築面積。咁而建築面積呢，就包括咗會所同埋停車場嘅面積。喂，咁當其時嘅發展商就會心諗：哇，我會所同埋停車場都可以賣俾你喎，咁我唔起大啲？於是乎舊陣時嘅屋苑呢，停車位係多好多啊，因為佢哋嘅停車場係為咗商業考慮啊，要賣建築面積啦，就係起得大啲嘅。咁時至今日啦，而家嘅發展商因為冇得賣建築面積啦嘛，賣實用面積，咁所以冇辦法，停車場唯有起翻細啲。咁拍攝嘅今日咧就好陰天，準備落雨嘅。咁平時因為我哋呢個單位向南啦，就好光猛，加埋個廳係大橫廳，採光度好足啊。咁如果你同我一樣係喜歡自然光嘅話咧，呢個單位你一定中意。咁電梯係可以直落呢度嘅停車場嘅。咁我哋睇埋個車位。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，帝庭園嘅車位係相當大嘅，而我哋呢個車位都係好近 lift 口喎。嗱，你睇下泊一架大車絕對冇問題嘅呢個車位。嗱，我哋喺車位一轉身咧就見到個 lift 口啦。咁如果你想睇下京士柏帝庭園同你啱啱 key 嘅話咧，可以打電話 WhatsApp 或者 email 俾我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